1980年代，南台湾当代艺术运动当咧兴，这个戒严了后，南部有几多位画家做伙发起台湾计划，因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收一本片做电影调查，要办13场的行动艺术展览。即马国美馆也当咧举办展览，当去看一寡画家所推动的台湾计划是安怎立即着咱台湾的技术。甲门、窗、到楼梯当作符号，画出人甲大自然伫咧时间甲空间中相同结构的美妙。透过迄个门，看到外口的海，看到外口的大自然，我有一种感觉是讲，伫住伫迄种厝内底，其实离即个大自然遮尔近的时候，人其实是足幸福的。今年62岁出世伫咧高雄的艺术家苏志铁，讲起30年前因为参加台湾计划，去到片湖翕相做调查，用画笔描写地理景致甲人民的日常生活。甲苏志铁同款伫咧1991年到2000年投入台湾计划艺术家甲作品，也有淡水在画、人头甲人像、艺在心的时钟指尖和李准宪的形音字。因为高雄在当时解严后的台湾社会里面，他们有那种边缘的感受，所以他们会截取地方的一些语汇到他们的创作里面哈。所以这个土地方言的话也持续有在产生。他们跨越了地域的限制，然后到了台湾1000，然后等于说做一个整体台湾的观察，他们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前锋。戒严初期，4位资深艺术家开10年时间，对庄脚、城镇到离岛各地区的边缘意识到土地方言，一笔一画翻头思考台湾主题意象。即阵过了30年，国立台湾美术馆办回顾展，希望大家超过160件作品甲文献资料，互咱对台湾会当有更较侪疼心甲寄望。记者阿敏珍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